缅甸的人哦，因一天哦，一天，阮伫新人院内底食饭的时阵就是白饭配2个青菜，搅一个咸，就是安尼。所以真罕得食到肉。总是呢，咱伫台湾是知讲逐项非常非常的富足所以咱感谢主实在来甲咱身边的讲，咱活伫天堂内底，甲伊讲真正。咱活伫天堂内底，咱真正活伫天堂内底。特别介重要一项代志是，咱有主耶稣，咱甲伊同在，伊甲咱三角徛起，迄是上界大的恩典。咱所以伫主的面前定定感谢，搁伫主的面前感谢上帝所赐福，互咱身边的这亲人朋友，咱会当定定带做伙。缅甸现主时的时阵因为咧战争内战。毋是外国去拍因缅甸拢共有130几个民族，所以咱16个民族无算啥咱缅甸有130几个民族，有4个大族群，就是结做一群一群安尼4个大族群。现此时呢，有4个大族群，有这个军队。当然缅甸人口7000万，但是土地是咱的要到20倍。18倍外，要到20倍，所以呢，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呢，真侪人所以国家内底这130几个族，原来拢伫迄个所在，想讲啥物人会当出头安尼，所以内战因为内战的缘故，所以呢，厝内面的人四散，伫逐个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咱因要去一个所在佫真无用。搬真远，我讲过，因的土地差不多咱的20倍左右，所以对遮要到遐，对遐要到遮，因4、5点钟或者近啊尔，开车4、5点钟或者近啊尔，总是咱是非常的远。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呢，老爸对北平走来南平，了囝儿逝世，四散伫逐角落。即摆搁政府搁咧规定讲爱办身份证，办一张身份证爱偌济钱呢？办一张身份证差不多爱台票3万块左右。所以爱台湾才好，爱台湾呐，爱台湾呐，爱台湾。咱办一张身份证，价钱也无钱，换100放下200所以你知影所以总共一句个亲人拢会当定定做伙干那这一点就足爱特别感谢因为亲人要去倒位的时阵迄偌久会当看到啥物人足困难所以咱伫上帝厅内底平安稳定听当，咱是过惯势啦。惯势咱就无感觉是啥，但是若出去外口若要和缅甸拼起来咱真正活伫天堂真正。好，为着所领受一切丰盛恩典，咱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互咱更较会晓珍惜亲情，更较会晓感谢主的恩典。伫每一天的平安内底，就是献上咱的感谢。咱同齐开声来感谢，互咱当欢喜来敬拜，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互阮经过的日子，伫主你的听内面，主阮实在是要感谢，因为你的信息、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阮伫这个世代徛起何等大的恩典！主啊，阮所以感谢你，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主啊，你继续来引带阮、保守阮、看顾阮。主啊，阮实在是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互阮活伫平安内底，互阮伫主你的厅内底。主啊，阮虽然微细，但是你应允阮伫上帝你的国度，伫灵界内底。阮是有权、有份、有纪念。当阮诚侪上帝你儿女的时阵，主阮伫个所在，阮就是领受恩典、祝福甲听堂。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愿阮伫所徛起的位份顶面，阮真正会晓得，甲人三角同行，对主你来活伫主你的内面，将上赞而乐来归予你。你是阮的主，你保守，你看顾。你是阮的主，你引带，你扶持。将一切上赞荣光归予你，主啊，来帮助阮，来保守阮，来赐恩予阮，互阮倚靠主，心内有快乐，对主行，力上加力。
互我将家己的年日奉献予主你所路用，专心听主对主来行，互阮疼惜身边的人，每一位主伫你的听内底，会晓伫愿彼此相听，互相照顾。主照你所讲的，毋是求家己的利益，乃是求别人的好处，互别人对阮的心肠来得到祝福。主啊，这是你赏赐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恩典，唯愿一切荣光归予你，互阮伫这个世代，亲像明灯照耀出来，互身边的人因为阮得到光明，得到温暖，就亲像阮对你得到光明，得到温暖。互阮甲人带到伫主你的面前，互阮甲因甲阮同齐得享上帝国的平安。主，愿你亲自纪念这伫缅甸的兄弟姊妹。主啊，也继续保守引带阮，互阮活出上帝你的水、你的好、你的荣光甲祝福。献上阮的感谢，愿你伫你家己的教会内面得到荣光。主，并照你家己所应允的，上帝当照着运行伫阮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但愿你伫教会中，并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建基兄来报告，谢谢。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早。我昨有哪做袂用啊？这个因为就像牧师讲的，咱即马伫台湾，伫国际地位无嘛。今年的4月伫台北咧办即个世界博览会，这个7档甲1届款。但是咱台湾就无名，无才调人参加，所以阮伫即个永福国小。永福国小，你毋知无吼？永福国小300当前，都是伫海边呢。坐咧遐会当看海就对啦。迄个海拄啊伫即个西门路啦，吼。坐咧遐，伫咧凉亭遐咧听涛，听海浪声安尼。你看变化足济呢。而且即个永福国小古早是啥？台南的总统府啦。叫做台湾岛，吼！你若有看斯卡罗迄个故事，迄个美国派大使来，就是走去遐去找即个道爷，讲恁的人杀死阮美国人，阮的船啊安尼伫遐受难尔，恁甲阮杀死后了。道爷讲，迄原住民的代志，排湾族和阮都无关系啦，无共国的，你知无？吼！所以这种种的故事，这昨阮是伫遐讲。阮要来，有哪要来起一个馆，要叫做台湾自己馆，迄个，要募集2300支的迄个条仔就对啦，迄个杉仔条仔吼，我有哪甲捐一支啦，一支1万块啦。若2300支就会当起台湾馆，这台湾馆要展示咱台湾所有的实力就对啦。吼，无论是文化啦，啥物啦，会实力，要全世界有哪看会着咱台湾，吼，就讲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啦，吼。好，感谢各位大家拍拼。下面来做消息报告。郭碧霞、郭碧霞姊妹，吼，伊的告别式今仔日。2点23，唔2月23下晡的2点，带即个义如园，吼，就是迄个叫做西门路遐啦，吼，要来举行，敬邀兄弟来参加，一同来送别故人，安慰遗族，并且为着遗族大道守望。郭碧霞敢若是迄个。小婷弹皮亚诺即个吼，因妈妈啦吼。第2点，每礼拜2暗时7点50分到9点30分，是陕博士诗班的合照时间。2月25到4月15要练习的重点是
各外节献诗的2首歌曲，敬邀兄姐大家踊跃来参与。第3月30礼拜日，儿童主日学举办亲子的户外的迄个礼拜。地点是伫即个农村镇生态教育农场。费用是3岁以上每一个人300块。其他呢由主日学来补助。邀请所有的主日学的老师、甲学生、家长做伙来参加。报名到3月29截止。第4 7月16到18，礼拜3到拜5，南部教区的儿童夏令营要开始来招募童工，复习内容甲招募的人数，刊登一个公布栏，邀请有意愿来参与营会复习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加入，请向孟纯传道来报名。敢有补充报告？来，请吴叔娘。多谢嘉庆兄，大家平安。多谢我们7点就去个义鲁园遐20多位的兄弟甲教授，伫遐参加2礼拜，了后甲绘画场咱嘛有10几位。我相信咱遐姊妹行动带互因也真大的安慰。了后我小小报告的是。咱若2点要去遐，望咱的诗班1点40就伫遐就位啊。好，咱若要参加这个献诗的兄姐，咱伫1点40伫遐就位哈。才会当，因为伊所在无咱安尼看，我迄阵有去看过啊。所以咱爱变哪做，拢搁爱想一下，咱人占的一半。好，我们出席人数占他们的1半哈。所以咱来注意这个代志。1点40咱就来就到义鲁园迄个会馆，迄个告别式场啊，过来的诗班。咱的诗班叫出啥物名？吼，有够芳诶，闻着就有感觉芳，个薄哦，想着就有力量。咱的诗班伫每个礼拜2 7点50到9点半，我们会很准时哦，兄姐都很准时，咱就安尼练。因来的人都有够熬诶，嘿，有够熬诶是伊的心嘛，吼。我感觉最感动的是迄个部分，所以咱若对头学拢不要紧，按着愈唱就愈好，吼。咱讲。不怕慢，只怕站。不怕慢啊，蜗牛慢慢那边嘛，爬到遐对无？爬到迄个葡萄成熟时，你拢徛伫遐唔叮当，永远都不会进步。所以我感觉这兄弟来拢真鼓励师母的心。伫这当中就是讲，咱有一个目标，就是各有8个礼拜，就是专注复活节献曲的2首歌，是合唱曲，所以当出来练这个诗班。愿望会当来唱合唱的歌，我相信这2首诗歌带予咱真大的快乐，甲这个心里面的坚固力量。吼，所以伫遮邀请你若还袂参加的人，下礼拜拜2就当来，连续有几礼拜。嘿，你会当讲我就是要支援这个8个礼拜，伊也无用，你阁无来不要紧啦。但是你为着要复活节献诗，你就是邀请你来参与一下这样子。好，以下我们请那个高雄继续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中青迄个3日旅游报名到今仔日截止，所以若还未报名或者想要报名的兄弟，请伫今仔日会当来向我来报名。另外一点就是讲，还未有报名还未缴费的兄弟，请伫今仔日，因为台语堂刷的时阵，请向我来缴费。因还有一部分兄弟还未缴。因为咱等一个，因为台语堂刷，咱中青搁要伫地下室，中青同工要伫地下室搁做一个开会，所以时间上请有较急受看，所以各位兄弟请注意以上的时间，以上报告，谢谢。咱下面敬邀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嘴开心开，灵的开，阿门。
主的灵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所以拍开咱的心门，咱为咱的座位起立，来学乐，来感谢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来瓦克耶和华。咱就是要来感谢，来学乐咱的上帝，将伊的平安，将伊的喜乐、福气拢赏赐予阮。只要咱用信心来倚靠伊，咱就会当领受得到上帝要予咱大大的恩典甲祝福。这时咱开声来祈祷，来感谢。哈利路亚，我靠耶和华，上帝啊，你要赏赐予阮喜乐的心。主啊，我靠你，主你的福气满满，要亲像水泉安尼请伫阮的内面。主啊，你也是赐平安的上帝，主你的平安是真的平安。主啊，予阮伫你的内面，所有一切救助，所有一切这个负面的思想，拢要来拍破。主，我要得到上帝你要赏赐予阮大大这个平安、喜乐甲福气。主，我要来感谢你，我要用我的心，用我的灵来感谢，来学乐我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倚靠耶和华，咱要得到大大的恩典，祝福满满的祝福。哈利路亚。我
请兄弟姊妹请坐，主安欢喜来到你的殿院内面，来学乐，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感谢你听从阮每一位属你的囝儿，感谢你赏赐予阮这时的一份，予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用你的话语，每一天来浇灌，来充满阮的心。有你的引带，有你的带领，阮会当常常警醒，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将阮一切所有的烦恼、重担、困难，拢会当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感谢你。阮要诚做上帝你欢喜的祭，来到你的面前，将阮家己完全献予你。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可你。是咱为咱家己来祈祷，互咱将咱的事向主来表明，咱有啥物困难的代志，上帝为咱来排解。伊是咱的帮赞，伊是咱随时的帮赞，以便以下上帝到如今拢帮赞咱。伊是听咱祈祷的上帝，伊是为咱凡事拢为咱设想的上帝。即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心中有啥物无法度好解决的代志，也是需要上帝亲自来为咱来解决的代志，咱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上帝来帮赞咱。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知影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主啊，阮所有一切代志拢伫你的手中。
主，阮知影有这代志，阮家己无法度好来完成，阮需要上帝你家己来成做阮的主，成做阮的王，成做阮的班长。主，阮知影每一天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常常来敲找你，来仰望你，来倚靠你的时，上帝你亲自来为阮来排解所有的代志。主啊，互阮的一生伫你的内面，拢会当真正得到安息。主啊，所有挂如重担，主阮拢写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主啊，阮在你的圣所内面举手来恳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上帝啊，你为阮来排解所有一切这烦恼，所有的一切艰难困境。主啊，拢仰望伫你的手中。主，我们看见上帝你的荣耀，我们看见上帝你伫阮当中为阮来所做的一切，互阮会当赢过这个困难，赢过这世界所有一切的艰苦。主，阮感谢你，我们学到你，我们将阮家己完全献予你。主啊，伫你的面前，互阮所做的拢会当得主你的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面对你的圣座，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祈祷那摇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祭。我面对你的圣座，野手。主，我们真做你欢喜的祭，感谢你，感谢你，救赎阮的活命，互阮会当为黑暗的款式，进到上帝你光明的国度。主，你的保护来个情愿，互阮会当真做圣洁的器皿。感谢你，圣灵你的引带带领，互阮无贪恋这个世界。互阮向上帝为阮所设想的这个标杆，安尼来走。主啊，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上帝你赏赐互阮的面顶内面。主，阮要甲你讲，阮要伫你的面前来宣告。主，阮要将阮家己所有的拢献伫这段互主。主，你来使用阮每一个人，无论是伫传福音，无论是伫什么款的事奉。主拢是单单将阮家己全心全灵献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来使用阮，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一生阮所做的，拢会当得主你的欢喜。主，阮感谢你，即摆阮来唱这首献伫这段互主，请兄弟起立，然后阮会当用这首的诗歌，正做咱的宣告。
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因为伫你的内面，阮的心就无惊吓；因为伫你的内面，阮的心就有平安。主，阮真正伫阮的活命当中经历上帝你极大无比的疼，经历上帝你大有能力的疼。照着诗歌所讲的，既然也瓦靠耶和华的每一个百姓，伫阮的内面，阮就无惊吓。阮的心内面就充满喜乐，充满平安。主啊，所以阮要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献上阮的娱乐，献上阮的敬拜，要将荣光归乎你，要将所有的一切荣光、尊荣拢归乎你，因为你是堪得咱一切敬拜娱乐的主。主啊，阮的祈祷亲像香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望你的悦纳。主啊，互阮的所献的一切祭物，特别是阮家己正做芳芳的活祭来献予你，亲像上帝你所应允、你所讲的，阮安尼服侍乃是上理所当然的。主啊，阮就来到你的面前，免将阮家己奉献伫上帝你的手中，奉献伫祭坛顶面，要将阮的一生要来荣光上帝你的圣名。主啊，阮将荣光归乎你，愿你祝福。愿你的听堂显明伫每一个你所听堂的百姓当中，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心用主教是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
现在咱要来读启用文，启用文第8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甲地建立伫海顶。谁会当定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洁心清、无黄虚无懒散、起誓无怀诡诈的人，伊必蒙耶和华赐福。众城门啊，恁爱举起头来。迄荣耀的王将要入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啦。众城门啊，恁爱举起头来。迄荣耀的王将要入来，荣耀的王是谁呢？耶和华，伊是荣耀的王。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请少伟传道来进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互咱会当每一礼拜平安经过。有搁一摆，咱会当伫礼拜日会早起时，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代志。只是请咱同齐来掀开咱周报的第4面，也是咱若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现着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耶稣离开遐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人对迄个所在出来，好话讲：主啊，大美的子孙可怜我的查某囝受贵妇真艰苦。耶稣却无应一句，门徒进前来求伊讲：这个妇人人伫咱后壁吼叫，请叫伊走吧。耶稣讲：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买失的羊遐里去。这个妇人人来拜伊，讲：主啊，帮助我。伊回答讲：毋好摕囝儿饼等互甲我食。妇人人讲：主啊，无毋对，但是狗仔也食伊主人桌仔顶落来的碎渣。耶稣讲：妇人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爱的，互你成全啊吧。对，迄个时阵，迄个查某囝就好了。阿免。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请通世间人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敬拜。主啊，当阮带着阮对你的渴慕、对你的信心来敬拜的时阵，主，阮的心内面嘛有即款的愿望，就是亲像即个妇人人，阮会当对你得到上帝你大能的拯救。主啊，所以阮来到伫你面前，阮降服，阮敬拜，阮呼求你的名。主，求你亲自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主，互阮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阮搁较侪经历上帝你引带阮信心的功课。互阮伫当中学习的时阵，阮的心内面就看见上帝你为阮拍开迄条各新各活的道路。主，阮感谢你，愿你亲自引带阮，照着你的心意，用你的话语来引带阮的道路，对你来行。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的经文，这是我伫我讲道的时阵，我分享马太福音伫当中，耶稣咧引带门徒，咧带领门徒的即个过程当中，怎样来教导遮的门徒，怎样来军队伊，怎样来服侍。这是耶稣的门徒班，今仔日是第6课，伫当中。今仔日所分享的经文记载到一个真特别的代志，这就亲像耶稣基督要来带伊的门徒来经历一个新的学习。我相信，伫真济的遮的学生，伫学生当咱咧做学生的时阵，我毋知大家咧做学生的时阵，敢有即款啦，就是真济学生做爱有即个校外教学。校外教学是啥物呢？即个校外教学就是无踮伫即个教室，无踮伫即个校园内面，会当出去伫外口。虽然看起来拢是咧佚佗啦，但是因的名叫校外教学，就是讲会当离开即个校园，会当出去到伫校园以外的所在，会当有更较侪无共款的学习，会当有更较侪伫当中借着同学之间彼此的分享，借着老师甲学生伫当中的遮的互动，会当互遮的学生伫当中会当感受到，会当学习到伫校园内面、伫教室内面是无法度学到的代志。所以这是校外教学其实真重要的一个意义。虽然到即马来看，大部分校外教学拢是咧拢是咧佚佗嘿，但是其实校外教学有真济。真好会当经历的代志，就亲像咱头拄啊，咱周报告事项伫当中有报告讲，咱的儿童主日学伫3月底的时阵要举办即个户外礼拜，嘿，这就是一种校外教学。咱毋是干那伫礼拜堂内面聚会，安尼教囡仔尔，其实佫会当去到伫外口，有佫较济有亲子彼此相连的时间，这是真好的代志。这个校外教学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学生会当亲身去经历伊过去伫学校内面所经历袂到的代志，这会拍开因的眼界，会当看到讲，原来这个世界遮尔大。同款的道理，其实耶稣基督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咱会当来看，耶稣基督带门徒来到伫推罗西顿的境内。其实这嘛是一种校外教学，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耶稣甲门徒因咧服侍的时阵，因的范围就是敢若伫加利利伫遮的犹太地当中，这拢是犹太人咧聚集的所在。但是推罗甲西顿呢，是外邦人聚集的所在。所以照着犹太人的文化来讲，因是袂讲我袂随在讲我想要去外邦人的所在就去，因为对因来讲这是无洁净的，所以因袂讲我想要去就要去。所以耶稣特别带遮的伊的门徒，遮拢是犹太人，因特别带伊的门徒，就离开原本因的教室，就是伫犹太人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伫一个另外一个环境，就是外邦人的环境，是推罗甲西顿。这是外邦人的所在，透过这个改变因学习的环境，耶稣要让门徒伫当中去体验、去学习一寡新的功课，是伫犹太人的所在学习袂到的。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因伫当中，因耶稣带因离开犹太人的文化，就是爱因会当换一个角度来看，到底。外邦人是怎样来看咱所军队的上帝？外邦人是怎样来看咱所军队的上帝？伫过去即礼拜当中，阮去到伫台北参加即个大都会即个儿童时光的即个演习会，伫当中有真济真好的学习，伫当中嘛有真济遮的老师、遮的讲员伫当中来分享。因怎样伫过去，伫因的服侍当中，伫世界各角落当中
要来帮助遮个细汉囡仔，会当来认捌耶稣，会当来认捌上帝。伫即个课程当中，特别因分享到2句话，我感觉真好，所以我就倒转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第一句话就是因讲到，若是你想要得到你以前毋捌得到的结果，你就爱去做你毋捌做过的代志。你若是想要得到你以前毋捌得到的结果，安尼你就爱去做你以前毋捌做过的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因会当去到伫世界的逐个国家，甚至是真侪国家是以前无有人会当伫当中来做儿童事工的，但是因伫当中来做。虽然有真侪人，伊感觉讲哦，我想要伫当中宣教，但是毋知影安怎宣教。但是因伫当中，因就是借着因的儿童事工来帮助遮真侪的国家，有互因伫当中有真侪的成长。第二个，我所要甲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因讲到，伫人生的关键的时刻，定定拢伫安那，拢伫咱意料之外，拢伫咱有算之外，就是咱感觉讲哦，我已经安排好啊。但是其实有一寡咱想袂到的代志，一直咧发生。其实迄可能就是咱人生关键的时刻。伫耶稣咧引带门徒来到伫即个外邦的所在，这是因以前毋捌做过的代志，耶稣带因来做，因为耶稣要互因得到一个以前毋捌得到的结果。耶稣互因拄到一件代志，互因这是一个因意料之外的代志，但是耶稣要互因学习，这是因人生的关键的时刻。所以咱就来看这件代志是啥物呢？就是咱头拄仔的经文当中所讲的，因伫当中伊就拄到有一个迦南妇人人，这就是一个外邦人，伊就对遐里出来，伊就来对耶稣，伊就好话讲：主啊，大米的子孙可怜我的查某囝受贵妇真艰苦。咱看到的是耶稣甲门徒拄到一个妇人人来找耶稣，求耶稣来帮助伊，来医治伊的囝。哦，这其实这件代志安那，伫过去是定定发生的，定定耶稣甲门徒伫犹太人的所在，定定拄到有人来找耶稣讲：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医治我的囝。其实这是定定发生的代志，但是这特别的所在就是安那，因来到伫一个外邦人的所在，因来到伫一个外邦人的所在，但是有人来找耶稣，这是啥物意思呢？伊称呼耶稣讲安那，主啊，大米的子孙，主啊，大米的子孙。咱知影大米的子孙是啥物人？大米的子孙是犹太人。大米的子孙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外邦人来好我讲，大米的子孙求你帮助我，这真奇，对因来讲真奇怪，因为这不是因所敬拜的上帝，这不是因所敬拜的神明。对外邦人来讲，因有因所敬拜的神明，有因要求帮助的迄位神明，但是安那，这个外邦的妇人人，伊来找耶稣，伊甚至是称呼耶稣做主，称呼耶稣是大米的子孙，这是犹太人咧称呼这个弥赛亚的。但是因咧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这个以色列的君王，但是耶稣其实安那对门徒来，照门徒的想法来想是安那，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甲外邦人是无关系的。照门徒的想法来讲，耶稣是要来拯救遮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安那甲外邦人无关系。安尼为什么这个外邦的妇人人会安尼来称呼耶稣呢？伊了解伊安尼称呼的意义是啥物吗？还是讲伊敢若可能想讲哦，我听到吼伫犹太地当中有人安尼称呼耶稣，啊，就得到帮助啊，安尼我嘛安尼做好啊。是安尼吗？
伊是将即个大米的子孙当作是一个咒语吗？还是伊真正心内面安尼相信呢？耶稣也未回答。伫即个时阵，耶稣做一个真意外的回应。伊回应啥物呢？23节讲，耶稣一句话拢无讲，耶稣无应伊一句。哦，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回应。伫过去，伫犹太地当中，若是有人来找耶稣求伊帮助，其实耶稣拢会回应。但是这个时阵，耶稣特别无回应。为什么伊无讲话呢？照着咱头拄仔所讲的这个校外教学这个概念来看，耶稣要互门徒面对这款状况，家己经历，家己来思考讲要怎样来回应这个富人人，真做因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门徒安怎回应呢？门徒就伫当中来甲耶稣讲，伊可能看伊已经伫后壁已经话足久啊，但是耶稣拢无应，所以伊就来甲耶稣讲，这富人人伫咱后壁咧吼叫，请你会当安那，会当叫伊离开，因为安那伊看出来感觉讲，敢是耶稣拢无讲话，敢是安那？敢是耶稣无听到吗？但是伊话到遮大声，敢有可能无听到？也是讲耶稣其实无想要帮助伊，耶稣无想要插伊，所以安那，所以若是耶稣你真正无想要帮助伊，安那你着叫伊离开吧。这是门徒的想法。伊可能看到耶稣无应话，伊着安尼讲。但是伫即个时阵，耶稣着讲一句话。耶稣讲到：“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卖失的羊遐里去。我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卖失的羊遐里去。”耶稣伫即个时阵，伊就回应即句话。哦，即句话看起来感觉真明显，对无？真明显讲哦，因为即个富人人是外邦人。耶稣讲哦，我奉差遣是要去帮助遐个以色列家未信的羊，就是要帮助遮个犹太人，未信主的犹太人，我要来引带因，安尼尔。所以我无要帮助伊，是安尼吗？这个意思就是咧对即个富人人讲：哦，你找唔到人哦，我是犹太人，你莫找我哦。我干那来遮校外教学，我是要来佚佗的，我无要帮助人哦，是安尼吗？你一个迦南人要来找即个犹太人的弥赛亚，要来帮助吗？咱知影，其实这毋是耶稣真正的意思，但是咱着照着即个思考。照着耶稣弹出来即句话，咱来学习耶稣要互门徒学习什么代志。其实伫过去，耶稣咧差派门徒的时阵，伊就对门徒安尼讲。伫马太福音第10章的时阵，伊就对门徒安尼讲：耶稣差派这12个人出去，吩咐因讲：外邦人的路恁毋通行，撒玛利亚人的城恁毋通入去。宁可往以色列家卖失的羊遐里去，随走随传，讲天国近了。这是耶稣伫过去伊差派门徒出去的时阵，伊所对门徒吩咐的代志。所以耶稣伫即个时阵，伫15章的时阵，其实伊就是照着伊过去对门徒所讲的，伊就对门徒讲：我过去安怎甲恁讲的，恁敢有知影？因为耶稣安尼讲，互门徒想起来。但是呢，耶稣真正无有帮助伊的意思吗？当然毋是。安尼代表讲，耶稣安尼回应有伊的目的。耶稣安尼回答一定有伊的目的，要互门徒学习啥物呢？咱就来看，刷落来，即个门徒，即个富人人会怎样来回应耶稣？即个富人人就来继续来拜耶稣，伊就来讲：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搁一摆，伊称呼耶稣做主。咱看见即个富人人无因为耶稣真感觉真即个冷漠的即个回应，就感觉讲：哦，我安尼耶稣无要帮助我，我就放弃，我就离开。伊无，
伊嘛是共款来求耶稣，因是只是来到伫耶稣的面前来拜伊，跪拜伫伊的面前来求伊帮赞。这代表讲，伊心内面真正有即个迫切的心，想要求耶稣来帮赞伊。第二摆耶稣回应伊的时阵，即句话佫互门徒感觉耶稣毋知影耶稣的意思。第二摆耶稣讲，毋好摕儿女的饼等互狗仔食，毋好摕儿女的饼等互狗仔食。哦，这咱看到，咱就毋知影耶稣到底是咧讲啥物？为什么耶稣即摆回应遮尔无感情呢？就感觉讲，甚至是有感觉互伊互即个富人人足见笑的即个意思共款。伊描述讲外邦人是狗，伊描述讲外邦人是狗。其实伫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确实会用狗来形容遮个外邦人，就是遮个无洁净的人。为什么会用狗来形容呢？因为感觉讲阮甲因无共款。阮甲因无共款，这是犹太人的想法。所以伫当中，耶稣伫遮的回应，伊就是特别，耶稣调工要将即个情景带到伫即个时阵。耶稣是调工要将过犹太人所习惯的遮个情景，就是看外邦人是狗的遮个情景，带到即个时阵，要互门徒来思考，若是即个富人人来。即马伫当中，安尼恁会当怎样来回应？这就亲像，要互门徒感觉讲，哦，即个界线真清楚，即个界线真清楚，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之间的这个界线真清楚。当然，耶稣安尼做是有伊的意义，因为伊知影门徒听有耶稣咧讲啥，所以刷落来。即个富人人就继续回答讲：“主啊，无毋对，无毋对的意思就是讲安那，讲无毋对，我就是狗啊，无毋对。但是安那，但是狗啊嘛会去食啥物？食伊主人倒啊食剩的物件落落来，狗啊会去食。这代表啥物意思？代表讲，即个富人人就接受讲哦，无毋对，我就是狗，但是。”就算讲我是狗，我嘛共款啊！我嘛共款想要得到主人的稳定，我嘛共款想要得到即个主人的帮赞。这是伊的回应。即个富人人嘛特别将家己放伫即个情境内面，来回应耶稣，来回应门徒，来称呼讲：哦，无毋对，我是狗，但是你犹原是我的主人。我是狗，但是你犹原是我的主人。我要来较无你的稳定，我想要较无上帝的稳定。这是即个富人人的回应。其实，即个富人人的回应非常谦卑，佮充满智慧，佮互人看见伊对耶稣的信心有偌大。所以，耶稣伫当中，伊就回答讲：“富人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爱的，甲你成全了吧。”照你所要爱，甲你成全了吧？对迄个时阵开始，伊的查某囝就好啊。耶稣称赞伊的信心，就成全伊的祈求。伫这当中，咱会当所学习的代志是啥物呢？咱就爱用一开始咱的情景来看，这是耶稣传门徒出来校外教学。所以校外教学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互因伫无共款的环境当中去看到，若是伫过去共款的代志发生的时阵，伫无共款的环境会有啥物款新的学习。耶稣伫遮所对即个富人人的回答，即个对答当中，其实就互门徒学习一件代志。其实伫外邦人当中，嘛是有相信耶稣、呼求耶稣。要来挖靠耶稣的人，其实伫外邦人当中，嘛是有即种较无得到上帝救恩的人。所以，这是耶稣特别的安排，
要互门徒伫当中去到伫一个外邦人的所在，互因学习一个新的代志。伫即个，阮过去即礼拜咧上即个大都会即个儿童事工的即个演习会，伫当中即个 Bill Wilson 牧师，伊伫当中伊嘛有出现。伫当中呢，这是因的讲义吼，讲义顶面所写落来一段话。我感觉即段话会当完全符合即个大都会即个儿童事工的理念。伊即段话伊讲啥物呢？伊讲，当咱会当踏出咱家己的舒适圈，并且进入到伫别人的世界，这会互咱感觉安那？感觉无舒适。但是，若是咱无安尼做，咱就会掠做讲每一个人拢甲咱共款。但是事实并毋是安尼。咱会感觉讲每一个人拢甲咱共款，但是事实并毋是安尼。即个事实就是讲，其实伫世界大角落有真侪甲咱无共款的人。即个有真侪感觉。咱若是踮伫咱原本的环境，咱是无法度去经历的，咱是无法度去看到讲，原来伫即个世界有真侪无共款的人，但是因甲咱共款有一个较目，就是安那，就是想要得到救恩，就是想要得到上帝的疼。这是因会当去到伫世界大角落去传福音。去做儿童事工，即个真重要的理念。所以伫当中，耶稣带领门徒来到伫即个所在。耶稣果然就看到讲，有人来求耶稣来帮助伊。这是以前定发生的状况，但是因为伫一个无共款的环境当中，耶稣阁用真特别的方式来回应，互即个课程伫当中有一个无共款的学习。耶稣要互门徒学习的代志，就是要来安那，要来搬过即个人所设立的界线。外邦人甲犹太人的界线是安那？其实是人所设立的界线。虽然伫过去是上帝照着伊的律法，要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有分别。但是安那？但是这无代表讲上帝就无要拯救遮个外邦人。上帝毋是干那是犹太人的上帝，上帝嘛是外邦人的上帝。所以人设立的界线就是安那？人设立的界线就是咧讲，上帝因为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咱甲即个世界人无共款，所以安那，咱着爱甲伊分开，因着无法度得到救恩，干那咱遮个犹太人会当得到尔。但是其实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爱遮个门徒去看到讲，原来人所设立的界线，袂当超过上帝的旨意。人所设立的界线，袂当超过上帝的旨意。搬过即个人为设立的遮个界线，用无共款的角度，会当来看到上帝的恩典。搬过即个你我之间彼此信仰甲文化是无共款的界线，看见上帝的恩典，毋是干那限伫犹太人，上帝的恩典嘛是要赐予遮个受因称作是狗的遮个外邦人。上帝要甲因同在，上帝会当搬过人为设立的界线。这毋是干那遮个文化的界线，毋是干那种族的界线安尼尔。就到伫今仔日，其实有啥物款人为设立的界线呢？就是安那，就是亲像一寡刻板印象，亲像遮个偏见。讲我看到即个人，我就想讲即个人一定就是啥物款人啦。这我看到伊就知影伊是啥物款人。伫过去即礼拜的演习会当中，有一个牧师伫
伫当中伊就分享因伫台湾咧做，因有一摆因对着即个大都会，因去到伫即个菲律宾伫当中，甲因参访因的即个儿童主日学，伫当中伊就看到讲安那，看到有一个囡仔，伊是安那，伊脱赤骹，伊拢无，伊是无穿衫，就伫当中伊就干那穿裤尔，伊无穿衫，就伫当中因拢坐伫遐，就有一个囡仔就特别明显，为虾米呢？因为伊的后壁是有安那，是有刺青的。伊即个囡仔伊后壁是有刺青的，所以伊就看到即个囡仔后壁有刺青，咱会当想看觅，若是照着咱台湾人的价值观，当咱看到一个囡仔伊后壁有刺青，咱一定会想讲伊是啥物款囡仔？可能就是一款8+9啦，一款吼伫即个公庙内面吼，是即个公庙文化当中伫当中成长的。可能就会感觉讲吼，即款人吼一定就是活伫即种环境啦。这就是安那，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当咱看到即个人，咱就先感觉哦，我有即个刻板印象，就是后壁有刺青的人，就是一定安那，一定就是啥物款人，我就会看伊就做啥物款人。但是其实安那，其实我还袂认捌即个囡仔，我就看到伊的外表，我就先感觉讲，哦，伊就是即款的人，这就是叫做刻板印象。所以即个牧师伫当中就讲，若是无有福音，遮个囡仔因的价值，就是受到世界来定义因的价值是啥物。若是无有福音，咱就照着世界的价值观来看讲，遮个囡仔是啥物款人。但是其实，因每一个人、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所宝贝的囡仔。每一个囡仔，拢是敬拜上帝的百姓。所以伫当中，咱会当来学习，搬过人为设立的界线。无论是宗教文化的差别，无论是语言的差别，无论是心内面的界线。就是遮个刻板印象，遮个偏见，好一寡伫人来看，感觉已经是安那，已经是事实的代志。但是其实会当伫上帝恩典当中，会当完全来改变，会当完全来反转。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互家己甲家己的文化传统所画界线来限制掉啊！咱爱将即个人为设立的这个界线来放散，因为上帝心意是超过即个界线，即个界线袂当限制上帝的作为，即个界线人所设立的界线袂当限制上帝的作为。咱搁一摆来看即个迦南妇人人。即个迦南妇人人，伊对耶稣的回应，要互门徒，耶稣要互门徒学习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即个迦南妇人人，伊明明知影伊家己毋是属伫即个犹太人的群体，但是伊犹原安那，伊犹原无放弃，伊就是要来求耶稣来帮助伊。伫伊有即款的，咱叫做自知之明。就是伊明明知影伊家己是啥物人，但是伊犹原来求耶稣帮助，代表即个自知之明，颠倒互伊安那，互伊愿意放落伊的这放下面子，就是讲安那，哦，我无毋对，我就是狗，但是我虽然我是狗，我犹原相信上帝是我的主，我犹原相信上帝是我的主。因为伊有即款的自知之明，所以互伊会当更较谦卑来敲找耶稣的帮助。这就是伊甲一寡犹太人的群体上大无共款的所在。伊谦卑来敲找耶稣，伊知影伊甲因无共款，但是伊谦卑来敲找耶稣。这位迦南妇人人，伊
搬过伊个人信心的界线，搁较济、较无，就会当经历突破的画面。经历伫画面当中，上帝引带伊有搁较济恩典，有搁较济上帝赐予伊大大的救恩。当咱看到这位迦南妇人人伊的回应，咱就知影信心毋是干那犹太人有尔，信心是每一个伫当中见那倚靠上帝、信靠上帝的人，会伫当中经历上帝奇妙的疼痛。伫顶礼拜我去到伫台中一心信教会伫当中来讲道，因为即个一心信教会遮的曹伟牧师甲我是真好的朋友，而过去呢，伫旧年的时阵，伊就邀请我有机会会当伫当中甲因的兄弟姊妹做伙分享。就伫即摆去讲道了后，我就甲因有做一寡的时间来彼此来分享的时阵，我较听到讲，伫曹伟牧师伫伊的画面当中，我听到伊一寡的故事，伊就讲到吼，因为伊的囡仔，伊有2个囡仔吼，拢是查甫的，一个是小学，一个搁伫幼稚园。伫当中，伊就讲到伊的囡仔，读小学的迄个囡仔吼，伊就讲，伊最近吼就是受诊断啦，有即个有叫做 ADHD 啦，就是讲即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叫 ADHD， 伊的囡仔就是吼诊断讲是安尼。因为吼，即个曹伟牧师伊就看伊的囡仔安尼吼，因为伊就是拢坐袂调啦，别人吼咧讲啥物话吼，伊拢想要应啦，安尼即款的等等。伊就看到伊的囡仔安尼，伊就想讲，其实伫伊细汉的时阵，伊嘛是安尼，但是因为伊细汉的时阵，阁无有即个诊断，阁无有即个研究，会当讲哦，你即个人是属伫啥物款镜头的人，所以会当怎样来帮助伊。所以伊嘛是安尼咧过。所以伊其实伫伊过去的时阵，伊嘛是想讲哦，伊可能伊伫伊细汉的时阵，伊嘛是有即个 ADHD 的即个症状。但是呢，即个症状吼，就是伊无法度专心啦。随伊咧做伊的代志的时阵，若是伫边仔有人咧讲话吼，伊听到人咧讲话，伊就安那，伊的心思就会互别人牵去，就是会去听到别人讲话，伊就想要听别人咧讲啥物，所以伊就是伫当中伊就无法度真专心来做一件代志。所以虽然伊有即款的咱讲可能是镜头，但是因为安尼，会当发现讲，其实伊有一个真特别的因素，就是伊的耳孔、伊的听觉，很敏锐。听觉很敏锐，就是讲伊耳孔真好啦，会当听到一寡吼，可能是人一般的人听袂出来，所以伊就用即款的因素，上帝互伊即款的特别的因素，伊就来学习伊的音乐、伊的乐器，所以伊有真侪。伊会晓的这个乐器吼，其实拢是伊家己去学的，伊毋是去找老师学的，是伊家己咧听，用听的咧学，所以就会感觉讲，其实对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有一寡人伊原本有一寡咱看起来感觉是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缺陷，但是那像是无法度改变的。但是上帝无一定是爱安那。无一定是爱咱改变，上帝是爱，可能是爱咱会当安那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并且将这个事实转变做咱会当，互咱的画面更较突破、更较成长的这个动力。所以，这个迦南妇人人，伊就是安那，伊就是感觉讲，伊的身份已经是无法度改变。但是，这个身份无法度改变，嘛袂影响讲哦，因为我毋是犹太人，我就无法度来找耶稣求上耶稣帮助。伊犹原共款，会当来找耶稣来帮助伊。这是伊活命会当更较突破的动力。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
可能咱伫咱每一个人的活命当中，咱拢有一个天生都有一寡的限制，咱将伊当作是界线。但是上帝的作为是无有界线的。当咱愿意亲像这位迦南妇人人同款，袂因为讲我限制我家己，就错失了上帝的恩典，等到将这转变做超出上帝这管道，安尼上帝就伫当中引带咱，互咱的活命开出一条真美好的道路，互咱的活命开出一条真美好的道路。伫即个年冬曙光的这个演习会当中，伊就特别甲咱讲到有即个数据，即个数据是伊就是讲到哪，有一个伫过去有一个宣教的运动叫做是安那，叫做4到14啦。伊其实这毋是4月14哦，这是4岁到14岁，4岁到14岁即个。伊讲即个 window， 即个窗口，即个窗啊。伊讲4岁到14岁是啥物意思呢？就是正凭即个表，即个表讲到安那，讲一个基督徒，伊伫啥物年龄，伊伫啥物款的，伊伫几岁的时阵来信主的？伫遮4岁到14岁有85%的基督徒，伊信主的是。年龄是伫4岁到14岁，这是规个世界的统计，这毋是干那台湾尔，这是规个世界的统计。所以有一寡机构吼，拢有无共款的研究，但是无共款的统计，但是拢差不多啦。即个大都会因所讲的是78%，我所查到的是85%，但是其实拢共款。你看85%，其他个干那。1%、10%、4%安尼尔，就干那4岁到14岁，有85%的人是伫即个年龄来信主的。这代表安那？这代表讲，其实儿童甲青少年是咱真大，咱会当来宣教的对象。咱莫想讲，伊是安那？伊还阁细汉，伊还阁毋捌啥物代志。等伊大汉的时阵，捌代志的时阵，较甲伊讲，安尼就伤慢啦。其实，当遮的人，因伫真细汉的时阵，因就认捌上帝。安尼对因的活命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改变甲挑战。大都会遮的儿童曙光，因就是因为即款的心志，所以因就真。有即个心志，会当来服侍遮的儿童、遮的青少年，互遮的人会当伫当，遮的无共款国家的人，拢会当伫当中来经历上帝的疼痛。所以，因所做的代志，其实就是咧搬过即个界线。啥物款的界线呢？就是人感觉讲，哦，对遮的儿童咧宣教，因听无。人认为设立的这个界线，感觉讲，一旦因大汉的时阵，较过来甲因讲就好啊。即款的界线，也是讲因超过一寡伫遮个因咧做遮个代志的时阵，为虾米伫伊最近这几年吼，因的人数吼，有足大的成长，是为虾米呢？因为因开始有一寡国家会当开放因。国立的学校会当来福音，入来到伫学校内面来办因的儿童主日学。哦，这是一个真大的改变。所以，互因儿童主日学的人数，最近几年开始有真大的成长。咱会想讲哦，因为吼，这是外国啊，咱台湾吼无可能啦。国立的学校哪有可能吼教会会当入去？其实，遮个国家过去，因嘛是感觉讲无可能，但是因有缘安尼做到因有缘安尼做，因去甲学校接洽的时阵，伊就讲一开始讲啊无吼，阮即个主日学的时间就是1点钟，啊就学校就讲无可能1点钟，互你伊就讲啊无30分钟，啊无20分钟，最后就啊无10分钟就好，
就好，10分钟好，安尼就好啊。这是一个真特别，原本想讲无可能的，但是因着一直去努力去试看卖讲，敢是会当安尼做，就真正互因会当安尼做会到。所以即款的经历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鼓励。当咱有即个信心，咱就相信，其实人所想袂到的代志，上帝做会到，上帝做会到。所以希伯来书伫当中即句经文安尼讲，咱做伙来读即段经文，请。人会无信，就袂当得上帝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上帝，并且信伊赏赐遐超找伊的人。阿门。今仔日咱所分享的主题叫做搬过即个界线。即个搬过的关键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咱相信上帝做会到，咱相信上帝做会到。咱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就是学习要搬过即个界线，才得迄并服侍才会伫界线以外的人，互天国的福音会当正着咱的服侍，彰显伫即个地上，无有任何的限制。愿上帝真正带领咱，互咱会当经历即个信心的成长，伫当中看到。借着咱的信心，看到上帝其实要伫咱的教会当中，嘛要成就一寡咱以前想袂到的代志。伫讲到最后，我们邀请孟纯传道要来甲大家分享，伊嘛伫当中要来伫当中伫大都会儿童事工即个演习会当中要来学习来学习，伊伫当中要来分享。伊伫当中的学习，愿咱将时间交予孟纯传道。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阮有即个机会，当去搁较认真去了解大都会因的儿童事工咧做啥物。过去因着比尔牧师伊讲一句话，叫做“看见需要，就是好调”。即句话我知影哦，即个人，即个比尔牧师，即个人，但是其实我。早前对即个牧师，敢若知影讲伊是伫儿童的事工是一个大人物，敢知影呢尔。但是对伊的故事啊，对伊咧做啥物，实在是无啥清楚。但是因为拄好即几年有机会，比尔牧师伊来台湾巡回，我有参加过几摆伊的特会，互我对即个牧师有搁较侪的认捌嘛，对即个牧师的。故事，互伊的心智深深感动，这嘛是搁较侪影响着我伫咧服侍儿童的时阵，会当有无共款的眼光，就亲像伊有一句嘛真有名的话，就是你的微心爱赢过你的情绪，你的尾声要强过你的情绪。所以，比尔牧师伊诚做我一好的学习的一个人就对啊，所以。看到因，就是像头仔稍微传道讲的，因伫即几冬，因每礼拜伫全世界的统计内面有超过100万的囡仔，每一个礼拜拢差不多有100万的囡仔咧上主日学，就知影因所做的代志是真无简单的。因到底是安怎做的呢？其实咧听即个因咧分享，还是看伊写的册。会当知影因咧进行的方式，其实有真侪部分、真侪元素，甲咱教会咧做的每一句是有真亲像的所在。所以这嘛，互我知哦，咱教会咧做儿童事工的即款方法，其实是真赞的，会当搁较互囡仔来认捌上帝。虽然咱教会已经有咧进行遮个部分，但是阁有啥物部分是咱会当继续来学习，来继续往前行的呢？其实我相信咱的教会，咱逐个兄弟姊妹，咱拢期待讲有真侪囡仔，阁较侪囡仔会当入捌到教会内面。可能咱嘛会期待讲咱会当
兄弟姊妹会当生较侪囡仔吼，安尼咱的人数就会当成长。但是现主是咱台湾的教会，也是咱台湾所拄着的代志，就是较低的生育率。吼，可能咱囡仔嘛有生啊，但是咧嘛有真侪原因，无一定互咱的囡仔会当入来到教会。可能像即马定定拢听着讲啊，咱的补习诚济啊，咱的读册真重要啊，也是讲像最近即几冬吼。咱惊破病会防卫着，所以有真侪原因，互咱袂当搁较有囡仔来到教会内面。但是当咱斟酌来想看觅，除了咱靠着兄弟姊妹家己生囡仔，吼，但是其实咱伫教会外面，阁有真侪囡仔是还袂听过福音，是还袂接触到即个救恩的。所以，遮个囡仔因真正也是需要福音，咱需要行出咱教会即个建筑物，甲搁较侪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来。相信即个道理咱拢知影，但是咱搁较爱挑战咱家己的事，咱有愿意安尼去做吗？所以。即届去学习本诶，想讲哦，可能就是搁去学一套主日学诶方法。但是伫大都会伊诶事工内面，因看重诶就是头仔讲诶，因要将福音带到遐个还袂听着福音诶囡仔诶画面内面，所以因定咧分享诶就是爱去找你诶鱼仔伫倒位。耶稣讲咱拢亲像一个渔夫共款去捕鱼，所以咱爱去找咱诶囡仔伫倒，咱诶鱼仔伫倒。像伫因咧做诶代志，就是伫美国，因伫人行道来进行主日学，因就是开始要主日学进前，因就去学校去逐所在去分因诶单张，邀请因来参加主日学。伫菲律宾呢，因定定去诶所在，就是伫遐个善乡诶所在贫民区，因组织遐个囡仔伫户外。伫外口进行主日学，所以搁头仔讲着诶，因即几年去非洲，吼，因非洲诶人拢足济嘛，所以非洲诶门大大诶向因来开起来，因诶学校，搁有因有诶国家是因政府教育部直接邀请大都会去甲因教主日学，因为伊就是因为看着，遮有去主日学诶囡仔。因诶画面开始无共款啊，这就是啥怎因会当有100万以上诶囡仔伫主日学诶原因，因为因行出去教会外口，去到邻群诶当中去敲找鱼仔伫倒，互因听见福音。咱感谢上帝伫咱安乐寺教会，其实对传福音是真有热心诶，因为咱已经。10几年的时间咧，关心遮个社区的长辈，嘛感谢上帝伫文官团队伊的推动，互咱的社区开始有1、2个、2、3个囡仔会当入来到教会当中，就亲像相信第一顿的兄弟姊妹应该较知影，就是咱隔壁有五辉街有一个家庭嘛，因。有囡仔，因诶爸爸妈妈咧做生理较无用，所以带好咱姊妹去食饭，看着囡仔，较伫遮佚佗，啊无你甲阮来教会好无？所以咱教会有一对姊妹，是因为安尼，逐礼拜咱有兄弟姊妹去甲因带来教会，我看着即个行动实在是真感动。所以其实伫咱教会即个范围、即个社区内面，我相信毋干若是。即3个来咱教会诶囡仔尔，阁有较侪囡仔，因是还袂听过福音诶，所以因拢需要咱斟酌去想看觅，其实阁有真侪人、真侪囡仔是需要福音诶。所以透过即个大都会因诶分享，互阮阁较学习着讲，咱爱怎样去到外口做福音诶报道。透过伫教会外口诶主日学诶时间，会当接触到搁较侪囡仔。咱过去咱教会嘛有捌伫一寡较特别诶日子，有去到水漂湾仔迄个公园做美美句诶福音报道诶行动。但是
对，阮已经有真济时间无做即件代志，所以嘛求上帝，咱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祈祷，为安尼的代志祈祷，互阮会当知影讲，咱会当怎样伫刷落来，咱会当有搁较济安尼的行动，会当互咱的儿童的事工会当搁较扩张，会当接触到搁较济囡仔，甲遐个鱼仔抓入来。当咱安尼想、安尼渴望的时阵，嘛爱有一群愿意来回应，会当做伙来行动，做伙来服侍的兄弟姊妹。因为咱拢知影，这毋是一个人会当做会到的代志，所以爱特别邀请兄弟姊妹会当为家己来祈祷。若是上帝有将安尼的感动放伫你的心内，邀请你会当做伙来回应。有可能咱会感觉讲，我会当做安尼代志吗？迄拢咱教会拢是较济是少年人咧做囡仔的服侍的代志，但是我相信，当咱愿意，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来操练，就亲像阮伫去日本，旧年去日本学习，阁有咱今仔日最近去到台北学习的时阵，因拢讲到有真侪时阵，因毋领是少年人咧服侍，因的老年的长辈七八十岁，对，阮去日本看差不多七八十岁的人，的兄弟姊妹有愿咧关心咧服侍遮的囡仔，有可能咱无一定是迄个伫台顶摕麦克的人，但是咱有可能咱会当诚做迄个，互囡仔一个笑容，甲伊拥抱，甲伊抱，互伊感觉到爱，感觉到疼，感觉到有人在意伊的即个角色，所以咱会当，也是咱会当诚做甲因的甲囡仔的父母连结的角色。所以我相信年纪，毋是一个上大的问题，就亲像应该知影比尔牧师几岁啊吗？伊即摆已经76岁啊，但是伊有愿伫全世界咧服侍遮个儿童，伊有愿伫遮个所在咧服侍，所以相信藉着咱对囡仔的疼，咱会当将耶稣的疼带互因。所以伫即个演示会内面，伊甲阮分享的代志是，毋敢是一个大方向尔，伊是真有的一步一步的教咱安怎做，伊有真明确的所谓的 SOP， 互阮会当操练，会当做伙来学习。这是我伫即届我感觉学习上济，因为其实咱教会遮个儿童的服侍同工拢真优秀，阮拢无啥物 SOP， 拢是看了你会当做就安尼做啊。但是伊即届帮阮教一个足细节、足幼工的物件，伊拢家己列出来，拢互阮知即马做即件代志是啥物目的，伊拢写足清楚。所以这嘛帮助咱会当在日后咧培训同工的方面，搁较济学习来使用。所以毋茫会当伫咱教会嘛会当有安尼的事工，嘛搁一摆想要搁邀请着咱的兄弟姊妹。搁伫咱的暑假内面，阮有一个儿童的营会，会当来诚做同工即届逐年拢有真济需要。那伫今年，咱的营会的规模是搁要较大的，比往年搁较大，因为阮今年期待有超过80个囡仔会当来参加即个营会，所以咱以往是50个囡仔、60个囡仔，今年是期待有80个是搁较侪囡仔，所以其实是搁较需要搁较侪同工。所以我即届应该进前就有伫咱的群组有讲我们需要啥物同工，所以其他兄弟姊妹会当搁去看一个敢有啥物我会当做的代志，因为阮真正需要有搁较侪同工来诚做遮个囡仔的祝福，所以遐有搭伫迄个后壁遐有写
较大力会当互大家看，也是你会当来甲我问吼，毋茫若上帝有感动你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加入伫即个服侍儿童兴起后一个世代的行列当中。那么鼓励大家吼，大家可能无听过，无一定听过比尔牧师的讲道，但我嘛鼓励大家，伫即礼拜我嘛有伫咱教会群组搭一个连结，就是伊伫即礼拜伫台北分享的一个信息。我相信听到伊的信息，咱会当搁较受伊鼓励。吼，若是你需要即个连结，嘛会当来甲我搁问一下好。以上是我的分享，邀请兄弟姊妹做伙伫儿童事工当中一起来做好，感谢。伊就是亲像今仔日的讲道所讲的，咱摸过咱的界线。其实咱感觉哦，咱做袂到，感觉讲哦，即个服侍吼伤困难嘛，即个服侍吼交互少年人就好啦，这就是一个界线，就是感觉讲哦，这儿童事工就是少年人爱做的代志，这就是一个界线。其实咱会当超过即个界线，咱会当看到讲，上帝心意是透过每一个属伫伊的人，会当伫当中来服侍。伫即摆的演示会当中，我看到其实有真侪教会拢有派出真侪兄弟姊妹、真侪同工咧参加。我看到亲像乌来信教会就有6位同工参加，我看世界之光信教会那像有8个同工参加。哦，因拢是大部分的人吼，因拢是安那，拢是请假去的呢。这4天的课程哦，爱请假请3天，其实真付代价。但是嘛，感觉讲因对儿童事工有真正有即个热心，有即个负担。咱毋茫咱的教会，咱无论是伫什么款的年龄，但是咱毋茫，咱若是对即个世代儿童，咱有即个心志，想要来帮助因，来引带因，明白上帝的救恩，咱就会当齐参与伫其中。毋是干那伫夏令营尔，其实嘛会当伫咱每一礼拜儿童主日学的即个时间，就是咱刷落来即堂国语堂的时间，也是讲咱会当参与伫其他外展的事工，就亲像伫圣安信教会，若是未来会当开设这儿童主日学，其实伫当中就真正真需要有即个儿童报道的这个事工，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会当同齐来参与。即时咱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带领，你的引带，互阮伫当中经历上帝你美好的恩典甲看顾。主啊，阮伫过去的日子当中，阮看到阮已经有受到上帝你足侪照顾，伫阮的活命当中，伫阮的教会当中有真侪成长，阮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但是阮望会当搁较侪，互阮教会有搁较侪突破，互阮教会有搁较侪对经历上帝你所做奇妙的作为。所以，阮就要将阮的教会搁一摆要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求上帝你来扩张阮活命的境界，扩张阮服侍的境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来跟对你，互阮规个教会兄弟姊妹对上年长的到上细汉的，拢会当伫当中来跟对你，拢会当伫当中来成做上帝你伫世界即个世界当中要来使用的器具，要来见证上帝福音的器具，愿上帝你亲自来引带来带领，互阮同齐伫当中经历上帝你美好的应允甲丰盛的恩典。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伫咱当中敢有新来的兄弟无？好，请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甲你做伙敬拜上帝。下面的时间，咱要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有备心来奉献。
就亲像今仔日信息当中所讲的，其实上帝伫咱活命当中有真美好的恩典甲疼痛，咱嘛仰望，咱会当使用咱对上帝所得到的这个金钱，嘛无干那是金钱，特别当咱每一摆奉献的时阵，咱爱知影，咱所奉献的是咱全心全灵，咱所奉献的是咱规个人拢要奉献给上帝。愿上帝亲自引带，带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行入来到伫军队上帝的道路当中。咱同齐起立，咱同齐用诗歌来敬拜、来回应、来奉献。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信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告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亲自来坚固你的信心，互你勇敢搬过活命当中一切难阻，抓条上帝应允，经历伊丰盛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用伊的怜悯来引带你，带领你，伫试炼当中赐了，互你有刚强甲仰望，互你的活命因为信靠上帝，更较突破，更较成长。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充满你，拍开你属灵的目睭，互你活伫上帝真理的话语当中，伫这个世界为着天国福音，成做美好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同在，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坐，咱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